爱，无事仁爱，今日要得宽待。来，咱来唱第一节、第二节。来，做伙来。 看迄个第二字后壁吼，艰难得到啥讨救吼，就是大家所有注意吼。啊，解救是咧，解救吼，艰难得到解救。好，咱现在来唱第三节。 俄罗敬拜，来，咱搁来看第二首272首，愿爱上帝圣殿，救主因光拄现，吼，即只是拄现，伫遮有大欢喜，赢过世界无比。咱先唱第一节、第二节，吼。 伫上帝殿内面，上帝因光就出现，伫遮咱有大欢喜。上帝一只施恩，咱上帝伫遮接近咱正阳群。吼，咱即摆来看第三节甲第五节。来。 光主
五载。咱即马过来看圣诗546首，这首大家有哪解释？吼，天父我在一生供应，天父我在一生供应，是你为我安排，所以逐项虽有反复，我愿照主所爱，恳求上帝现时将我全部服侍敬拜。咱有哪首？第一首、第二首。看第30歌词，我踮世间无论倒位，无论担当啥职，求主将我甲人相合，信心德行无实，使我谦卑仁爱的心，做你采用专一。好，咱即摆来唱第4节甲第5节。家，预备咱来修礼拜。请咱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。
恁着感谢上主，求叫伊的名伫万民中报扬伊的作为，着对伊吟诗，向伊唱歌学乐，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在。我要一世人对上主吟诗，我要活的时，要对我的上帝唱歌学乐。愿伊欢喜接纳我的默想，我要因为上主欢喜快乐。做伙来吟圣诗第26首。第26首，但愿感谢上帝，请拆开吟。请咱议员徛地，作为额头来祈祷。主爱天父上帝，愿伫这个主日聚集伫你的面前，感谢你看顾和救赎阮。你为天的万行事设立时甲期，你是永远存在的主宰。原不过是草花，你的风一吹来，草就干，花就谢。毋过，上帝你的话要永远存在。阮是一定会死的人，就伫你的面前谦卑额头来敬拜。阮要心认阮的罪，愿意来悔改，承认阮家己的软弱甲罪过，恳求你的怜悯甲赦免，互阮伫你的赏赐的活命中来学习顺服，活出你的旨意。你是权能甲赐福的上帝，你创造万有，掌权逐所在被造物，万项事拢伫你的安排。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伫生命有限中学习谦卑，信任家己的美色，将世界将阮家己交托伫你，阮伫遮纪念，住伫病院。
需要安养甲治疗的兄弟，求你伸手医治因，手术溃烂甲五望，互阮伫病痛的时阵，经历着你的同在甲安慰，伫早日内面恢复平安甲健康。求你帮助阮伫心灵普世合一的运动中，学习思考是水是阮的厝边。伫听的内面，阮毋若关心家己，嘛着关心别人，搁较因为着爱关怀这个出外的人，互阮伫这个地球村彼此成做好厝边。毋若是基督徒之间的连结，搁较是抵御伫其他的宗教、NGO 甲公民社会的连结，通过公义甲和平的对话，来塑造美好的世界。明白基督的疼伫私底下是温柔，伫公开的场合是公义。求你帮助阮伫基督的疼学习推动世界。行往和解甲合一，回应受苦者的呼求，确保阮团结一致，为着正义来献出行动。面对战争甲和平，求你引带中国的子民做伙行往民主的道路，催逼中国政府放弃征服世界的野心。你是永远存在的主宰，为着阮出世。耶稣，伊是和平的君王，愿恳求你，互和平甲自由伫这片土地持续来探根布芽，互人民伫你的公义中享受平安。求你保守台湾的民主宪法运作的顺利，互伫这个岛屿伫你的保护内面得到自由，互人民伫自由中来敬拜你，见证你的荣耀。你是疼惜受造万美的上帝。阮伫对应气候危机的环境退化中，学习到阮人类的贪婪自私，甲这个漠不关心中，求你互阮悔改，就将气候危机看作是道德、伦理甲精神的危机。有村的国家就为着气候造成的不足，来提供帮助甲支持。盼望甲永远的上帝，阮伫遮感谢你，将阮伫这个永远且迫切的信慕放伫阮的心中，互阮对永远的国度有仰望。无论是喜乐的时刻，还是试炼的日子，阮要信靠上帝的主权，学习你的引带，甲超做你的旨意。一时，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讲：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遮，你对你亲像伫天里，阮的饮食，请你互阮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后赦免过阮的人，无伫处阮入入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请咱掀开圣诗后面启应文，启应文第20篇，这篇启应文是出自诗篇第90篇。咱做伙来启应。主啊！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，大地甲世界还未造成，你互土造的人归回土粉，对你来看，1000年亲像过去的昨日。你用大水甲人冲走，人生亲像一场眠梦。早起时发起来无声，
愿因为你的受气消灭。你将阮的罪过摆伫你面前。阮的日子拢伫你的受气的过去。阮的岁数不过是70。阮得到的不过是劳苦忧愁。啥人感受会到你受气的威力？求你教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。上主啊，你什么时才要改变心意？做回来念圣诗第272首，阮爱上帝圣殿，请听言。请坐。请咱做伙来祈祷。至愿的上帝，愿羡慕你的话，求你圣神的光照伫牧者，赐伊智慧甲开力，互伊阐明你的真理，通过牧者的正道，互阮搁较亲密你的旨意。嘛开拓阮的心，拍开阮心神的眼光，互阮用谦卑受教的心领受你的话。求你的圣神引带阮的心思意念，愿上帝用你行伫阮中间得运行的大能力，大大超过阮所求所想的，来成就一切。愿你的圣神赏赐阮平安。着我靠你来做工，是上主你为阮交战，阮着安静，免惊吓，徛好在，着用圣神赏赐的恩赐，互阮活出基督的款式。愿阮的性命见证你的疼，疼惜人亲像家己。真少甲身边的人三扶持、三陪伴。
愿阮会当显明你的光，愿一切恶恼、感恩拢归伫你的性命。愿咱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免。三角来共读圣经，今日经文是记载伫传道书第3章第1节到15节。请咱注意看，听我来读。天的万象事拢有伊的期，事事拢有伊的时。生有时，死有时；栽种有时，靠所栽种的有时；台有时，医好有时；拆毁有时，起造有时；哭有时，笑有时；哀伤有时，跳舞有时；东房有时，分房有时；亲热有时，冷淡有时；憔悴有时，失落有时；保存有时，放杀有时；拆有时，补有时；静静有时，讲话有时；听有时，怨有时；战争有时，和平有时。做工的人对伊所落落拍拼的有得到什么？我有看见上帝和世间人会壮大，互因袂当轻盈。上帝互伊所做的一切下因的事，拢真好。佮将永远这个观念下伫人的心。毋过，上帝对伊头到尾所做的，人袂当了解。我知人活着上好是快乐去做好事，人嘛食嘛啉，享受伊拍拼得到的，伫伊一切所落落的来享福，这嘛是上帝所赐。我知上帝所做的一切，拢会留到永远，袂加添袂减少。上帝安尼做，是要互人伫伊的面前心存敬畏。现在有诶以前已经有，将来要有诶早已经有。过去诶代志，上帝会搁互伊发生。愿上帝话，互咱知影世间诶万项事，拢有伊的安排。下面，咱要请圣歌队希望诗班。用诗歌带咱来敬拜，因要唱的诗歌是《敬百姓着学努力》。
请郑显仁牧师讲道，题目是时间的奥秘。大家平安。有一上倒转来家己的教会要讲道，真正袅袅喘。好佳在讲台无看到我的脚咧喘。来请代表公报社要来请安，特别伫咱的周报有入即个文字时空的纪念主日，所以咱来为着即个单位关心大道奉献，请放鸦片。无得惊，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，互百姓拢有份。台湾教会广播社伫这140年的历史中间所坚持的一个精神甲态度，就是阮要讲耶稣、传基督。特别伫这个世代，咱咧讲耶稣、咱咧传基督的时阵，嘛需要将最学习主耶稣基督的精神，将伊保养出来，才会典范的故事，要互咱做伙伫黑暗中找到希望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耶稣讲台语》，我是爱德华，我是张牧师，平安。平安。教会公布的两篇有关迄个圣诞节的，啊，就来遮吗？对，我来遮就好。哦，因为我都出国嘛，我出国，你就想讲会使做啥物代志？啊，我自细汉厝诶出钱花去真侪国家大过，变做煞台语袂晓讲。遮尔侪语言，我学过说法语啊、德文啊、日语啥，我竟然袂晓写家己的文字。啊，私底下去请阮干事甲伊联络。困难啊，拢伊担啦。啊，我着拢负责简单就是甲滴咧，啊开始讲话安尼尔。咱台湾即块土地，一开始咱大家讲的就是台语啦。尾也有日语入来，啊尾也有汉字，啊咱有一个历史煞失传去啊。啊，好咧，家在教会公报迄阵来时，因较早来，啊包括咧较早来，所以又甲即个留落来。啊，咱即马佮转去看，才发现讲，迄阵咱有人留学哥伦比亚呢，你知道无？咱有人去日本哦。画着什么地展啊？东京地带。啊，大家拢是讲台语啊，啊人嘛拢有写啊，所以我咧知讲啊，咱的祖先拢有真认真，在这个过程内底用伊的语言讲写啊，传互大家做伙拍拼啊，咱无输人啦。我咧看标语就是安尼啦。我感悟第五章，既然那好无，上帝叫伊做大船，结对成分。我就船，拯救一家无波澜。一句讲，这礼拜金句，请恁大家背起来，逐礼拜背金句。啊，伊讲这句，我转来，逐礼拜逐日写，为拜一下，才写一年。啊，伊讲你今年我叫恁背金句，你就背偌济？这伊就迄本摕出来讲，阮妈妈写一年的金句伫遮。啊，即摆家己愈讲到年老，体力渐渐减少，渐渐袂行。啊，家己拢知影，我身边啊，当时计算拢无要紧，这有影。啊，毋过还有毋知是安怎，敢若重啊，佫诚济。所以我即摆拢祈祷上帝讲，那义务责任若是压伫咧，你着互我身躯用行，吼。啊，若是已经讲我义务啊煞，也无责任啊。你就互我安尼平安转去吼。广播社对台湾唯一的报纸变到规个媒体行业发展济济，甚至伫网络革命了后，每一个人拢会使成做媒体。广播社无因为时代的变化来消失，但是因为这资源的分散，确实受到足大的影响。以这个更新周刊来讲，敢若是去年一档就比前一年佫减少100万的奉献收入。这个挑战虽然真困难，不过未改变广播社用文字带来好消息的使命。无论是台湾教会公报、更新周刊，
甜蜜亲子报、新眼光甲少年新眼光的读经手册，拢会继续将信仰的典范透过文字送到信徒的目睭前。对的代志，就需要坚持。虽然这需要付出真大的代价，台湾教会公报社也坚持要搁关心咱的受造界，所以要搁再来销售这个一遍就甲伊单调的塑胶圣餐杯。这虽然减少真侪收入，总是阮知，这是阮应该坚持的。嘛恳求咱所有兄弟姊妹继续甲阮做伙来坚持做这个对的文字事工，为着阮每一年拢需要超过5000万以上的费用，继续为阮关心代祷，为着阮来奉献。愿上帝祝福大家。多谢。早起咱有读到《传道书》第3章，所罗门王所写这段经文，特别咱伫这个今年已经经过，特别3/12春3分之一，4个月的时间，1万里久，2025年要结束。所以，伫这个时间的观念，咱今早起就通过安尼，咱三角来看今日这个时间的奥秘。你我对时间的看法怎样？现在有人会问你讲，时间是啥物？你随时手举起来看，迄阵9点半，即阵几点几分？咱知的时间就是安尼，有咧振动，有咧行。总是头拄仔咱有读到启文90篇，伫迄个摩西的启应，伊的祈祷文的中间，特别这段启应文的中间，你会当看见第4节，伫你看1000年亲像昨日。已经过去的一天，1000个年岁70岁，那是永续通到80岁。今日咱的教会特别周报有写讲，是阿公阿嬷的节日，请问在座阿公阿嬷的人，请举手。我就讲你拢无做阿公阿嬷，我原来年岁遮老，拢还袂做阿公阿嬷。我会着惊呢，阿公阿嬷，真罕的教会有用这个节日来甲咱纪念。摩西讲，一生的年岁70岁，永壮通到80岁。头拄你有看到清安的影片？我无甲阮妈妈讲，因为这个影片是。去年清安的影片，我袂使先甲讲，所以我甲讲的，伊就来，伊就开始会讲啊，所以我拢无好知安尼。公报社甲我问讲，请问你去缀人，去年影片听伊讲无放，安尼今年放去年的会使，我会使，时间会使重复，所以佫倒转个去年的影片，所以。今年的影片，我毋知明年来清安的有要放无要放，迄伊的代志。1000年岁70岁，永壮通到80岁。请问超过70岁的人，请举手。免惊啦，就70岁就70岁啊，佫惊人知放落来。为什么我会问安尼呢？因为人生内面真趣味，1070岁，永壮通到80岁，总是其中所看口，不过是劳苦忧愁，1万里久就过去。歹势，对顶悬翻译的人，
甲你讲抱歉，因为虽然过互恁，当时我拢有时会无照过安尼一直走去安尼哦，所以你会晓翻你就翻，袂晓翻袂晓紧，甲人过就好，看泡泡因。为什么我会讲70岁、80岁？时间咧过足紧，来去来到咱这人教会，就是上我8点就来啊，足多人讲9点做礼拜，你遐早来创啥？我有看周报，8点开始就祈祷会，所以祈祷会就爱到，所以我8点以前我就来坐伫遮。后来看圣歌队咧练歌，足水的呢！伫迄个一练的中间，我本来毋知影讲还有伴奏迄种，除了琴以外，走一支喇叭出来，才知影讲乐器的伴奏。正八是叫俄罗斯，有影唱的来做礼拜，俄罗上帝敬拜神。正八是叫俄罗，特别咱基督徒拢讲一句话：得时不得时，我爱传道，我爱俄罗上帝，因为人生10000年久就过去。当时我较要紧的是。我的课文内面，摩西伫90篇、诗篇90篇12节伊有讲一句话：叫你怎样驾驶阮算家己的日子。老实讲啊，年岁多，较会惊啦，毋敢算家己的日子啦。少年的佫较无爱算家己的日子啦。你是啥物时阵才咧算日子？毋过圣经甲咱教，教是咱用智慧的心算家己的日子。我定来讲，我的日子上帝怜悯，因为我50岁生日无代无志吼，教会甲我庆祝生日，就甲我讲庆祝生日当然切个两个唱歌，煞有一支垃圾讲叫我落来分煞。上要紧，下愿。你知影迄个时阵我安怎下愿？上帝啊，佫予我一半，50岁佫一半偌济？恁的数学拢无及过下愿的。50岁减一半25，结果50减加25，我拄75。我2023年，今年2025，2023年生日我已经满75，所以对迄天开始，我带咧等，因为每一暗，我拢讲感谢主，手术互我佫经过一日，永暗好困，佫带咧我就毋敢讲啊。到底已经是恁讲的哈，我拢毋敢讲啊。因为我无权去决定到天经，当时若每一个早起透早目睭金，感谢主，我阁活咧。所以对2023年我的生日了后，我逐工咧算家己的日子，算家己的日子，什么时阵上帝要经历我的，拢会使。再起来，咱的前辈，迄个时阵，阮囡仔的时代，有这事就直接咧指挥，所以伊拢叫杨老师安尼。伊甲讲反正你转来缀人陪，我迄个时阵是囡仔的时代。一只大汉，才上主义路，一只来正做咱缀人陪教会出身的牧者。所以安怎算家己的日子？2015年底，我退休，67岁退休。到即阵，将近都要10年久，我爬走，逐所在老人叫我去千安报告，我就去。所以今日代表广播社来千安报告。所以你会当看见，伫人生的中间，时间的观念。实在是真宝贵。
有时检在你要问我讲时间是啥，然后我有讲，我都亲像1分1秒安尼咧过，总是咱安怎通过时间的奥秘，咱大家来想几项。头一项定义的时间，传道书3章第1节讲真明，凡事有应，其天的万邦拢有时。期时定时的时间，所以咱通过安尼，伫即个定期甲定时的中间，咱去体会上帝创造有伊的特殊。上帝创造有伊的特殊，有缘有早起时，上帝本身创造特殊，人生活伫特殊的中间，自然凡事有定时。一个人若有定时的生活，会乱，问题出来。咱即阵拢无照时，无照时，特别种个少年人，电脑病，叫伊困毋困，叫伊起床毋起床，啊！特别咱若知哦，咱的孙仔吼，暑假2个月都要结束啊哈，暑假结束了哈，要搁开学要上课啊，所以。有时有期，所以咱要安怎伫这特殊的中间来生活？上帝安排人的一生的中间，对出世到死亡，照上帝主管。我头拄有伫遐见证讲，75岁生日了后，我伫遮，每一天算家己的日子，拜甲咱讲，你。若咧做生日的时阵，你咧下愿哦，毋好亲像我下一半啊！以后都爱下全部啊，下一半了伊就够啊！要知你就好嘢，要知，就是毋知啦。50岁生日讲，搁一半就好，75岁，我安尼就好啊咧。人的一生70，永壮通到80，所以出世到死亡，拢是上帝的主权，日出做。日落来休困，所以伫这应该休困、应该生活、应该做的中间，你甲看见的少年人，真正伫这颠倒病，用一字甲伊形容就是乱，无正常生活入眠来颠倒病。所以伫这种的人生的中间，你甲看，所以变做无特殊。第二，这段圣经册内面上要紧的，就是第2节到第8节。伫这个所在，伊伫遮有一个对比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灾症有时，未出有时。这个中间，你甲注意讲，无论安怎，这个圣经册的中间，你甲看哭有时，笑有时，等等，到伫最后。欢喜有时，怨恨有时，战争有时，和好有时。伫这种的中间，你甲看上帝伫特殊的中间，为着要互人无单调，创造了变化。所以第二，毋若定时的时间，是变化的时间。时间会变化。所以咱要安怎伫即个无单调的生活内面，上帝创造伫一切的过程的中间，起起落落，人的一生的光阴，也是种种即种的变化。或者咱的吟圣诗546首，天父我知一生光阴，安怎来回应上帝互你我的人生？倒来影片内面。伊看见我妈妈伫遐讲，伊90几岁人生，上帝还阁互伊留的活命，就是伊咧尽伊的本分。阮一礼拜拢照时间，排着时间的人都爱等咧陪妈妈。妈妈拢甲阮讲一句话：上帝互我活咧，还阁有责任来甲你念。所以，阮不管是咧用念安尼吼，所以念互伊念，即边念，阮即边就出去啊。反正伊年间较重安尼，莫甲因好。毋过责任，尽责任，
去未化在一生光阴。伫这个定时变化的中间，咱安怎去体会？这如亲像行棋，每一个人咧行棋的时阵，无可能讲拢照共款。你免行，我就知影你搁出来后步是啥物，一定会变化。变化无穷，人会变，米会变，社会会变，一切拢在变。所以伫这个中间，你去体会《翻作书》第3章第20到第8章，这种两极的变化，就是人生起起落落，绝对有变化。所以第一项讲定时，第二项讲变化的时间。人的一生对细汉到大汉成长的过程，随着时间进行有最变化。请问你有变化，好也失败？咱碰到有当时啊，看到对方甲咱应一句话，你唔好伤欢喜啊！你都没有变，你拢无变，这有时是咧甲你考试。你甲以前共款，啊，拢安尼接个，你甲以前共款啦，甲平淡啦，你都没有变。啊，是讲哇，你足好呢，你已经变到完全新的人，啊，你有变化，所以你安怎伫时间的顶面是变好，还是变坏、变歹？毋茫伫时间的内面是愈变愈好。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，保罗讲，若有人伫基督内面，伊就是新创造的人，旧的代志已经过，拢变成新。所以伫基督内面，咱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上帝伫伊的特殊的中间，为着要互人无单调，创造了变化。伫一切这变化的中间，人的一生要种种的变化。所以咱通过这个变化，咱来看第3项关键时间。时间哪有关键？时间哪有关键？啊！你甲注意讲，除了定时变化以外，伊时间有关键，就是共款第20到第80这段。这段经文描写人生有悬有低，北家语讲高潮低潮。你的情绪内面，你的时间，你的人生内面，有当时足好足悬，足顺，有当时啊，低，你的心情足歹。有成就，甲是失败时刻，人生亲像野游，有好天，有落雨，甚至有乌阴天，甚至也有圆有缺。所以伫整个变化的中间，你去体会人生的中间，就是有关键。这是第3种，咱要三角咧想讲，人生有关键。伊若文内面有2字特别咧代表这个时间的关键，伊特别讲 chronos， 这字是机械式的一个过程，就是咱一般人所捌，就是分秒、日、月、年。2025年8月24，早起9点半，伫咱这个时阵来做礼拜。这是 chronos。当伫另外一字，伊若文咧解释时间的时阵，伊用 kairos， 时机成熟。就是这一个真要紧，就是时机成熟。北京语讲契机，反客契机的意思。所以咱通过安尼，咱更较知影，时间毋是敢若有机械式的1分1秒，总是伊有关键这种时机的成熟等等。所以人生有好一面，也有歹一面。拄着好的时阵，珍惜、感谢、把握。所以现开始咧甲咱讲，请问你超过70几岁？你的人生，是讲你今日成做阿公阿嬷，这伫这种的节日内面，咱就珍惜、感恩遮个逝岁、仔儿孙伫咱的四周围把握这个时间。失去的时阵，
就挖苦天后，无得违心作梦。伊都多袂使伫遐讲无毋茫啊！咱都爱伫遐仰望迄个全能的上帝，挖苦上帝。上帝是全能，伊是时间的主，所以伊一定会带路。确实，上帝是时间的主，任何状况就娱乐，甚至咱再去生活地讲，正百姓拢就娱乐。这个娱乐感谢，毋是讲我欢喜顺境的时间的娱乐，我不累，我跋倒，甚至我艰苦心的时阵，我也是感谢上帝。迄个伫落雨乌阴天，感谢上帝。广播社头段影片讲，一年需要5000万以上的经费，老实讲足悬。迄一年5000万，迄个全台湾的这基督长老教会，大家来关心。所以我要搁提醒咱济南国教会，甲咱特别为着广播社顶个月发生代志，什么代志？顶个月台南南部风台落大水，所以广播社厝尾顶掀起漏水，所以外国兼饲带。咪咪猫啊，安怎？伊讲对，临时发生天灾，毋过估计100万。我想100万，咱济南无问题啦。啊，100万就互济南来负责就好啊，安尼。就是你甲注意讲，一个咱的印教育公布，逐礼拜咱通过更新，咱通过新安讲读经，咱通过教育公布，安尼咧。文字时间厝尾顶就无看破咧，要安怎去修理维修？所以咱有时咱会失望，哪会安尼？基督徒常常会去碰到，哪会安尼？阮做牧师的常常要甲会友洗礼，要洗礼的时阵开小会咧问道理，我普通拢甲迄个要来洗礼的人问一句话。请问你是安怎今日要来洗礼？伊若甲我应讲，就长老叫我来，我讲谢谢再联络。就牧师讲今年业绩到这拢无好，无人洗礼，谢谢再联络。洗礼绝对毋是为着牧师长老的啊，洗礼伊甲上帝关系。你若看见咱的教会会友要洗礼。伫正人的面前，制约伫遐认罪来承认个别信仰，这是你甲上帝的关系。所以，咱安怎伫人生的中间，咱去任何状况阿罗上帝、敬拜上帝、挖苦上帝。诗篇118篇24节，诗人讲：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，咱伫这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。请问，礼拜日来做礼拜是什么款的心情？礼拜日来做礼拜是什么款的态度？我有时问会友讲，你今日哪会来做礼拜？咱会长打电话给我，讲今日外来讲师啊，所以都要来甲捧场啊，哇！所以你做礼拜是捧场，后礼拜无外来讲师啊，你会使免来啊？毋是安尼啦。伊这日耶和华所定着的日子，欢喜快乐，俄罗上帝，发起生活对俄罗，发起咱一家敬拜上帝，各只兄弟姊妹互相请安。伫迄个所在，伫迄个所在，你享受迄种团结生活。第四，时间的重要，时间的重要。当咱所读的圣经在内面，特别你有甲注意讲。还有一句话，伫迄个15节，伊15节，现今的事早已经有，将来的事早也已经有。毋安尼，上帝要互过去的事重新过来，所以会重要。时间绝对会重要。虽然时间一去不回头，总是时间内面会循环。
早起时缘是春夏秋冬，伫时间的中间所发生的代志，会过来，这就是时间的循环，重复。所以你安怎伫即种，伫这个关键，还是讲变化定时以外，咱搁加一个重复。伫这重复循环的中间，咱甲注意，不够的观念，发出时间的因果循环，痛苦六道轮回。总是基督教就毋是安尼，基督教是一直向前行，人生开始，伫主的内面成做新创造的人，永远就是头前咧迈进，与主的确陪你行，主的确甲你行，甲即种不够的观念无共款，毋是因果的关系。所以咱会当看见《传道书》第1章第9节、第10节，伊共款安尼讲。已经有的代志，后来会搁有；已经行的代志，后来也要搁行。日光下面无有新的代志，也有一件事会指着讲，这是新的，迄个灾伫咱的以前的世代炸落。所以你甲看这经文内面咧，甲咱讲到时间的循环的重复，所以咱安怎发生的代志，咱搁开始伫遐搁重复。提醒咱伫日子内面学习挖苦时间的主，破病会搁破病，失败会搁失败。请问3-4年前，全世界 COVID-19 好，大家惊要死，一直拢都搁带嘴烟。那呢，你若2条线，你都袂当出来，你都要叫隔离。请问哦？你即阵敢有人你着着2条线，甲你讲我2条线，无人咧插你。我讲你几条线，甲我拢无关系。即阵就免介意，敢若感冒、破病会搁破病，失败会搁失败。毋过人足巧，你伫迄个所在，因为石头无好势跋倒，你第2摆以过，无人遮戆。我顶边伊正骹跋倒，我种用倒骹搁我踢看卖，你一定搁跋倒，你一定搁跋倒，失败搁失败，总是免都是失败中间你爬起来。所以，既然生活内面即个伫世间每件代志，咱咧发生的中间，你去体会，就是自古以来反复的开始，但物件拢会重复，历史的记录、历史的学习的教训内面。你对经验来了解，迄个人即种的经验，食着惊吼，跋倒吼，你毋通搁学即种的模样，因为会搁失败。所以来了解信仰的意义，每一礼拜来敬拜上，领受上帝的话，伫信仰的顶面，咱得着造就。最后一项，《传道书》第3章11节。伫即个所在，伊讲应现的时间，上帝造万物，照夜时，伊诚最好，搁将应先放伫世间人的心内。总是上帝对头到尾作为，人袂当测度。上帝作为行过，毋是人会当伫遐甲伊测度。所以即种应验的时间，上帝将应先放伫世间人的心内。上帝是永远的主，伊是时间的起头甲落尾。这也是咱今日的金句，启示录第1章第8节，咱会当看见迄个起头落尾。那呢，咱会当通过即种起头落尾，搁一节伫出埃及记第3章，耶和华上帝甲摩西讲：“我是自有永有，永远上帝。”所以咱对安尼，咱会当看见人伫时间的中间，你去体会第4节，1000年亲像1年，人生几十年的即种的岁月，以上帝来看，足简单啊，1万年久就过。所以上帝赏赐我来永生，有永生才会进入永现。所以无永生永现对咱就拢无意义。问题是，你有要接受即个永生的礼物？甲主同行，来3个做礼拜，甲会友相通，感恩主的同在。做礼拜即种
听的团结，三甲生活就是亲像初代教会第2章43节到47节迄种团结生活，可以哪样？迄种三甲伫教会兄弟姊妹家庭啊，伫遐上帝伫遐讲，将得救的人每一日加添互因，逐日就加添，而且三听的人伫因的中间。接落来讲，今年所剩的4个外月，请问每一天你有咧思考时间的奥秘？伊是定时变化、关家中福，佮有永生，请你好好把活伫咱每一天的机会，尽你的本分，佮一摆甲咱呼吁，这个奉献茶啊，就是要互咱奉献，为着公报社。我每一摆去教会请安的时阵，我拢交代会友，你要奉献的时阵，你唔通家己将今日要献哦，济人陪教会礼拜献金，啊你讲哎呦，啊你安尼讲规波安尼好啦，啊无安尼100块要济人陪献互公报社袂使，100块共款献落济人陪教会，无济人陪教会今日礼拜献金减收100，啊要安怎？啊我落地啊都出100块尔，不要紧，奉献地啊请甲我打灯咧厝，后礼拜摕来补。所以后礼拜迄个奉献茶啊，较摕来献，济人会绝对照收。所以咱为着文艺事工，咱继续关心代祷甲奉献，下头大家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伫无完全的中间，阮体会你是时间的主，活命的源头，保守阮伫人生，无论是偌济岁，拢有你的旨意，阮照你的旨意来行，来跑走天路无野线。阮伫哪行哪有气力来学老上帝。愿上帝你的话成做阮的准证，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做伙来念圣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546首。天父，我在一声光阴，请徛起言。
请坐。这时，咱要为下面的事项来祈祷。第一项就是为着阿公阿嬷的节来恳求上帝祝福；第二就是为着文艺事工的奉献，主日甲教会公报社的事工；第三就为着各级的学校伫要开学甲学生的学习，请咱三甲吹声同心来祈祷。这时，咱请苏县长月玲执事带咱做结束的祈祷。听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将阿公阿嬷赐予咱，互咱成做一个有人疼惜甲保护的囡仔。恳求你看顾所有的阿公阿嬷，互因健康平安，每一天拢有你的恩典甲保护。也求你圣神充满因，每一天甲你同行，有你大大的祝福，成做家族的福气。感谢主，赏赐咱有教会公报社，因透过文字来传播你的真理、信仰甲福音。总是公报社的事工费用，每一档拢有侪侪欠缺。阮也特别要恳求主，你亲心来带领，互阮看见因的需要，搁较有能力来支持这项事工。也求你看顾公报社的同工，互因有对你来的智慧，继续用文字行出你的旨意，为主来做见证。经过一个暑假的休困，阮的囡仔准备要转去学校开学上课，恳求主保守因一切准备，也求你保守因的身体健康，心中有平安，有智慧，伫学校会当好好来学习。阮也特别要为着准备到新的环境的学生来祈祷，求主亲身来带领，互因心内不惊吓，伫成长过程，心灵愈来愈亲近你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时，咱来奉献。请大家徛起来，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。
请坐。请咱现开周报通知事项，8月份的职员长老是陈兴志长老。第一项报告，今日是文艺事工的奉献主日，而且感谢陈宪林牧师代表台湾教会广播社前来请安。并且兄弟共同关心文艺事工，搁为着教会广播社的事工来大岛奉献。第一报告，今日是8月份的第4个主日，是阿公阿妈节。这个主日咯，特别伫11点来举行音乐会，邀请到咱的阿公阿妈甲兄弟做伙伫主日咯来参加。第三项报告。后一个主日，为8月31开始，牧师团要倒来刷接团纲以赛亚书第40章甲55章，欢迎兄弟有先来准备。这个部分是写伫主前第6世纪，主要的信息是安慰甲愿望。这是规本圣经中上界显明的表达。上帝是宇宙唯一，佮会当拯救的真神，嘛是新约理解弥赛亚的重要背景。第4项，全教会一日游，即马开始报名，甲9月初7，欢迎兄弟参加。日期是定伫9月20号礼拜六上午8点甲下晡6点。地点伫这个新竹关西马武岛探索迄个松林的步道，甲大陆之野的餐厅，甲伫这个东安古桥甲关西农会。报名伫这个报名表顶悬，阁有一个 QR code， 用家己利用。第5项报告，守护台湾的祈祷会，伫每礼拜5暗时7点，欢迎兄弟做伙来为着台湾加上帝国来祈祷。伫29号拜5暗时有黄春生牧师的信息，加这个陈彦生理事长的处境分享。第6项报告。伫这个8月30号拜六下晡2点，要伫咱的小礼拜堂有一个叫做“那是在送批”的绘本的分享。这是要敲吹，等于伫这个敲吹，伫这个白色恐怖的年代，叫封锁加这个遗忘的这个家书。第7项8月30日。有一个全教会演讲会，伫11点要来举行，主题是台湾为虾米需要全民的防卫，要邀请到这个卧槽的总编辑薛汉俊来分享，请邱凯丽老师来主持。伫这个美院的教室，欢迎咱的兄弟都要。请咱的朋友来参加。第8项，圣经学校负责班特别伫8月30日开课。这拢总有7个课程，有伫11点，有伫12点半，嘛有伫下晡2点来开课，请咱详细家己看。第9项，济南防灾师培训的这个报名，欢迎。各界报名，时间是伫10月初1甲初22个规工的时间，伫咱的理院这个所在。这报名费有爱着2400块，中昼顿爱自理，有一个证照费400块是要对这个消防署来补助。那
全程参加佮通过测验的，会当取到这个防灾士的资格。第10项，波威牧师要伫9月21就任伫后埔教会，伫这个9月2下晡3点半，欢迎兄弟来参加。第11项，大神的课程拢总要开8门课，欢迎兄弟报名参加。详细伫周报，请咱家己看。具体消息，第一项报告，吕德恩的家后吕迪伫8月21号伫台大医院平安生产，母女平安恭喜。第二项报告，咱遮住会几啊年的这个香港的妈妈叫做玲玲妈，伊伫今年年初去到这个美国得到这个难民的庇护，毋过伊伫这个8月19号发生车祸安休，请大家为着这伊留的4位查某囝来关心代祷。团契消息、教界消息、近期的事工、聚会预告，请咱家己看。这时来请郑永文牧师来请安，我来请张家韵牧师来请安。大家平安。而且我来介绍今仔日来到咱的教会中间，甲咱做伙敬拜的新朋友。好，注意来介绍严曼玲姊妹。好，伫后壁的所在，咱会当用拍手来欢迎。再来介绍胡幼元兄弟甲陈木英姊妹，咱拍手来欢迎。好，请坐。咱伫上帝厅堂稳定的中间，咱彼此来请安。做伙来吟圣诗，圣诗391首。俄罗天顶主宰，吟诗煞来请郑宪林牧师祝祷，请徛起吟。欢迎大家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听堂，大家享受圣神的帮助，对这个机构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密岛避会，请兄弟到中庭的地饼会来参加，若有需要代祷的，请留步。